咁有堂咧就問呢一條啦。咁啊，首先咧佢就同你講咧 A、E、A、F、C 就3:4:5，咁所以咧就寫咗3A、4A、5A 啦。咁跟住 B、F 同 F、E 就8:7，所以就寫咗8B、7B。跟住咧佢就同我講咧 A、F、E 同埋呢個 A、C、B 咧係一樣嘅。咁呢度都畫咗啦。咁跟住咧佢就同我講咧個面積係21。咁啊開始啦。首先第一樣嘢要諗下點樣用個角度。角度一樣嚟嚟去都係相似三角形嘅啫。咁你諗下啦，呢個角同呢個角有冇啲咩關咩三角形事啊？咪就係呢個大啊同呢個細啊。咁所以咧呢兩個相似先啦，睇下寫啲嘢先啦。咁啊三角形不如叫做 A、F、E 啦。好，就會係相似三角形 A、C、D。咁啊寫六兄弟先。1、2就對1、2。跟住咧就係1、3就對1、3。last 咧就係2、3對2、3。我睇下有冇啲嘢我有先 ，A、F 有個4A 嘅，A、C 啊，A、C 有喎8A 喎，A、E 咦 A、E 有3A 喎，A、D 冇啊，轉頭有啦，F、E 7B，C、D 冇啊。好，咁所以你見到咧，呢邊咧就係2:1嚟嘅，咁即係 A.D 就係6個A 咯，咁跟住 C.D 咧就會係14個 B 啦。好，咁啊寫翻先 A.D 係 A.D 成個係6A 啊，咁邊度得2A 嘅啫喎，咁短。好，咁啊跟住下面就係14B。好，咁啊再睇下啦。有乜嘢我係知嘅呢？諗下先，成個係21，咁個21未用啦。21未用就不如用，哎呀唔使喎，黐線，用相似三角形揾呢個面積咪得，揾呢個面積。揾呢個面積嘅話咧，唔係都有用嘅，原來都有用嘅，正話啲 2A 啊，我都見到啦。好，咁啊用相似三角形啦，咁即係話咧呢個面積。我當呢個叫做A 啊，好 A over 成個就 A 加21，就會等於呢條邊，例如啦A、F 係4A 嘛，成條係8A 嘛，咁即係4A over 8A 嘅2次啦，咁即係4倍。好，咁啊繼續 A over A 加21就等於1 over 4，4A 等於 A 加21。3A 就等於21，A 就等於7啦。好，咁所以咧你就會知道呢個面積咧就係7啦。咁跟住咧就要睇呢個啦，係嘛？咁計埋佢咯。好，呢一個嘅話咧，呢個都 alpha 啦，因為你呢個對角嚟噶嘛。好，你喺呢一度啦，你知道呢個7，咁你1/2 B side 夾角 alpha 定 A 嘅 alpha。最低7嘅，咁所以呢度咧我就會知道啲嘢啦，知道啲乜鬼嘢咧就係呢兩個約咗即係2啦 ，OK， 7同7約咗，咁之後會知道咧兩個 AB 乘 sin alpha 咧就得1嘅，咁有呢樣嘢做乜鬼嘢啊 ？OK， 咁我就知道呢個嘢面積咯。好，咁啊其實使唔使咁做？主要係逐個啦 ，OK， 咁呢個啦，呢個就係1/2 2A， 跟住再8B， 跟住再 sin alpha。好，咁啊，即係8個 AB sin alpha。咁因為兩個 AB 先等於1喎，咁即係話呢度咧就係4乘以2AB sin alpha 啦。咁即係等於4乘1，咁即係呢個面積就4啦。咁 last 啦，到呢一個啦。咁呢一個嘅話咧，咁呢個180度減 alpha 嚟噶嘛。好，咁所以啦，呢一個嘅面積 AFB 嘅面積。就係1/2 4A， 跟住再8B， 跟住再 sin alpha， 唔係喎，係180度減 alpha， 不過一樣嘅啫，因為 sin 180減 alpha 咧就係 sin alpha 嚟嘅，一樣嘅啫。咁所以呢度又約咗佢啦，呢個2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即係2AB 乘8即係16個啦。咁啊，即係8個2AB sin alpha。
咁一等於8乘1，咁一等於8啦。咁所以就齊晒咯，逐個有嘅咯喎。呢個係8，呢一個係4，嗰個係7，嗰個21，好少嘅啫喎。4加8加7再加21，好咁啊答案就係40，咁答案就係 B for boy。